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今年是发生5件警察啉酒开车的事件。市长当期卖真生气，要求要甲啉酒开车的员警记2支的大告来免职。为着要彻底来遏制着啉酒开车的歹习惯，镇定警察分局来做一份共同防治啉酒开车的联署书，予当人早返去厝，予家属来签名，希望用亲情督促着员警唔通啉酒开车。当然，这个出发点是真好，也毋过有民众认为，大家拢是大人咯，安尼做敢有必要咧？安尼做敢就真正有效咧？通知单写讲，可能当人无伫啉酒，也毋过3不五时也拄着交际应酬，为着你家庭幸福，邀请你做伙关怀。到底是要关怀什么人？下口印鉴定警分享，原来这是发予员警家属的联署书。我们上礼拜都有收到，不会说太负面的看法啦，是说，怎么会突然有这个？我们没有强迫说我们的家属一定要签回条。我们的用意只是希望说，家属能够充分了解这个酒驾对于员警本身还有家庭的重大影响。就敢若学校通知单爱缴回条，警方的做法，一般的民众有啥物看法？这很好啊。啦，出来面讲的话，当然嘛较会听。叮咛是好事啊，可是你让签署这个东西，不觉得怪怪的吗？对国小、幼稚园的孩子才在做的事情吧。我觉得家长讲话有限啊。乡亲的看法无同款，实际上会想出这款的宣导方式，是因为今年高雄市员警啉酒驾驶就发生5件，这是6都的第2悬。为了阻止歪风，督察组才会想尽办法，佮杀出吉普力宣导标语，都是希望讲警察爱做好的模范，唔通佮歹带头。